台币关税降到15%，另外袂阁再抬起哩，而且呢，这232条款也摕到上界好的优待，而且是全世界头一个摕到美国232条款优待国家。行政院长杜英台表示讲，这就代表台湾是有竞争力的，搁再和美国维持战略伙伴的关系。目前等咧等待最后一届的谈判，那咱台湾已经准备好势啊。那这立法院的副院长江启臣也讲，伊和 AIT 处长郭立坚确认了后，台币关税协议伫月中签订，立法院会赶紧来批准。请启动。环拜亚做启动仪式，行政院长杜英泰参加中小微企业多元进行发展计划成果发表会，因为台币关税降到15%，而且免塔价，搁提到232条款最优惠待遇。中小企业总会是肯定政府团队伫台美经贸谈判，互五金和机械这些本地已经受伤的产业，唔那是恢复元气，搁较是增加活力。台美双方再度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民主产业的战略伙伴。我们既有竞争力，我们又维持战略伙伴的关系。这个所谓成果啊，让我们有一些非常受到伤害的一个产业啊，突然之间又恢复了元气。台美关税内面，美制汽车减持零关税和农产品市场开放的议题，也未有进一步的信息。杜英泰表示讲，目前正在等待关系到各行各业的关税贸易协定，和美国迄边做上尾一摆谈判。台湾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嘛希望行政立法2院较紧来审预算。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是讲，台美关税协议会伫这月中签订，后壁立法院会较紧批准。早上我也跟处长再度确认了，应该在月中左右希望可以签订那签订以后立法院这边当然应该可以尽速来批准之后，让我们的产业有一个稳定的方向。我们认为这个台湾是一个非常可靠的、非常可信赖的这个伙伴，所以我认为在建立一些安全的供应链，台湾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国立建初6到台中参访机械产业，伊表示讲，美国真重视安全可靠的供应链，台湾是一个真可靠、会当信赖的优盘。台美除了伫个半导体，也是 AI 产业合作，嘛会伫个实体 AI 和高阶机器人这边来合作。记者综合报道。